哎呀，好痕啊！在話嚟講就損啊！嗱，唔好再話啦，再話就損噶啦。好多人啊都有皮膚痕嘅問題，反反复复醫嚟醫去都醫唔到。喺中醫嘅角度，皮膚嘅問題幫肺同大腸有密切嘅關係。如果你周不時有遇到皮膚痕嘅問題，反反复复，教你一個外用方，入邊材料有苦參30克、花椒20克。將材料放入煲中，水1.5列得煮30分鐘，放涼咗，攞嚟清洗痕嘅地方，有助於殺菌止痕。皮膚痕嘅問題都係來自身體嘅毒素，多啲運動，多啲注意便秘嘅問題。嚴重皮膚嘅問題，記得聯絡我哋專業醫師嚟做調理。你學識咗未？我係阿傑，有問題點擊主頁聯絡我哋，記得幫我哋 like 同埋 share。